超過300個嘅紮鐵工人下晝遊行到中環政府總部，要求加薪。期間，由於不滿未能夠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會面，工人一度情緒激動，衝出去皇后大道中同雪廠街交界。有工人更加瞓喺馬路，導致到現場交通擠塞，車龍尾一度去到金鐘太古廣場。大批藍帽子警員趕到現場維持秩序。勞工處同工人代表開會，官員話希望工人明白要一次過追加過往減少咗嘅薪酬係有難度，但係政府仍然會盡力協助工人。工人代表會喺下星期一繼續同紮鐵商會開會。工人喺傍晚陸續散去，現場交通回復正常。ON.CC 記者周銀欣報導。